前咧，中級法院就出咗個判決啦，就命令呢個電訊管理局啦，就要90日之內咧處理翻佢同有線之間嘅嗰個合同啦，同埋終止一啲非法轉播信號嘅一啲嘅行為啦。或者問下楊生先啦，即係其實作為業界，你對於今次中級法院嗰個判決有啲咩睇法？嗱，我首先咧向各位呢個觀眾咧就講述，佢呢個判決咧係有2點嘅。第一點咧就係話佢嗰個有線同呢個電訊管理局或者係呢個特區政府咧訂立一個合同咧，喺呢個判決咧要佢確立個義務，同埋確立後嗰個專營權唔好再受侵犯，亦都命令咗咧停止非法轉播電視信號嘅活動，此其一。此其二咧就係話，我哋嗰6間公天公司咧就尊重有關嘅合同，禁止轉播未經授權嘅電視信號，主要係2點。咁第一點咧，我想咧就講一講非法轉播電視信號嘅活動咧嗰個內容。乜嘢叫做轉播？咁我哋咧曾經喺呢個12月，唔係喺呢個2012年嗰個時候咧，就有一單訴訟咧，我哋係贏咗嘅。咁其中有一個內容咧，就係講及呢個轉播同埋接收嗰個關係。佢嗰個法官咧就引用咗一本專業嘅書，就關於咧嗱，我喺度讀出嚟，關於咧呢個有線電視同埋公共天線嘅分別嘅書本。呢個書嘅作者咧就好仔細咁描述咗公共天線唔等於有線電視，因為公共天線只係一個接收工具，可以有技術方面嘅發展，但不可以改變其實際用途。咁呢度點解釋呢？即係話佢個放大器啊，或者有啲轉接器啊，佢可以有所發展，但係唔能夠改變佢呢個係接收變為其他嘢嗰種實際嘅用途，即係個意思咁。咁仲有咧，公共天線嘅接收係採用一個獨立嘅天線同埋天線系統，要有天線接收嘅，唔會與廣播電視有混淆啊。因此咧，可以繼續免費去接收。唔理解上述個論點咧，就會混淆咗一個簡單嘅接收系統啦，及一個所謂新概念啊。咩叫做接收咧？咁樣使用公共天線轉播電視信號唔係播放，而係一種協助接收嘅方式嘅啫。佢唔係一種或者放隻 DVD 落去啊，播出嚟啊，或者係轉出嚟啊，佢係唔存在呢樣嘢嘅。只不過係協助市民或者用戶去接收呢個信號。咁因為由於地理嘅因素啊，有啲接收嘅黑點啊，需要安裝大型嘅天線或者電纜，唔可以視為電視播放嘅。呢個目的只係話客戶能收睇電視嘅啫。上述嘅論點咧，轉播及分配免費公共電視信號只是一個簡單嘅接收過程。好啦，咁我哋要分清楚乜嘢叫做簡單嘅接收以及播放及轉播嘅概念咧。個簡單嘅接收就係每一個市民都有自由作出呢個行為，即係話你唔要公共天線，你自己都可以自由走上天台去接收，包括衛星嗰啲，你全部有自由嘅，你唔需要公共天線得咁，所以叫做簡單嘅接收過程，唔存在廣播，亦唔存在轉播。咁由於地理嘅技術原因咧，即使冇公共天線咧，住戶亦可以自行接收電視。公共天線嘅服務是利用放大器或者電纜幫助一座或多座大廈嘅用戶接收電視。咁事實上，每位市民都可以自行安裝天線以接收 TDM， 特別係 TDM 嘅地面嗰個免費廣播嘅。我哋完全定義咗呢組咧，我哋公共天線咧就係一種接收個服務，並不是一個轉播嘅服務。咁由於唔能夠證實辯方使用呢個有線電視同樣嘅方式轉播咧，所以咧佢嗰陣時候係一個禁制令，咁佢唔批准佢，就係咁嘅情形。咁所以喺呢度好釐清咧，乜嘢叫做廣播，咩叫做轉播，乜嘢叫做接收。咁我哋係工程行咧，就係一個天線公司嚟嘅啫，唔存在咗一個廣播或者轉播。咁所以咧呢個中院咧講咧嗰個非法轉播電視嘅活動咧，
咁我哋覺得咧，唔單止90日後啊，我哋而家都冇做緊呢樣嘢。但係我喺度又澄清一下，佢而家呢個判決咧就係講6間公共天線公司，澳門咧就唔止有6間嘅，仲有一間係港星嘅。咁港星嚟講咧，就有人問我啦，喂，唔係喎，佢裏邊仲有一個有線嘅信號嘅喎，佢仲有啲有咩節目啊、啲體育啊加插落去嘅喎。咁嗰啲係屬於乜嘢咧？咁我話呢啲我都搞唔清楚，要問電信管理局。咁照我自己嘅理解咧，佢唔屬於公共天線嗰種性質啊。佢因為咧，我哋市民，譬如佢用一個有線嗰個第一台咁樣嚟講，我哋市民唔能夠喺天上收出嚟，唔能夠通過天線收嘅，只有佢有線俾個信號佢，或者佢攞咗有線個信號，嗰度我唔知佢點樣個關係，佢兩者個關係。即係楊生意思就係話，根據翻舊年嘅嗰個判決咧，其實係即係所講嘅嗰幾間公天公司，其實佢所做係協助接收接收，而唔係轉播。係啊，因為呢個係法院嘅，係初級法院判決嗰個結論嚟嘅。好啊咁樣，咁啊所以咧就話佢如果非法轉播咧，佢係禁止呢個非法轉播啫，佢唔係禁止公共天線公司而家所有嘅運作，你都唔能夠做，佢冇，即係非法轉播呢種行為。明白。好，我想問下李議員啦，所以點睇啱啱楊生解釋咗嗰個唔同嘅判決啦？你係點睇今次嗰個中級法院嗰個判決咧？嗱，首先咧，中院嘅判決咧，我諗好難去點評，又或者係覺得去點樣去評點呢個中院嘅報告係啱定唔啱，因為係一個司法判決。但係我個人嘅對於睇而家喺份合約啦，同埋而家現實嘅情況啦，我第一對於中院個睇法咧，我覺得究竟佢睇咗乜嘢嘅一啲嘅報告，又或者啲咩嘅專家嘅意見，佢認為係咁樣理解嘅。咁呢個我真係希望即係能夠喺一啲嘅材料上邊知道更多。究竟中院係基於乜嘢嚟到去定呢一個嘅模式係佢哋認為唔啱嘅。第二咧就係如果睇合約嘅話咧，咁我有幾點我要點出啦。咁點出乜嘢咧？收費電，因為而家成個嗰個合同嘅嗰個名稱係好重要嘅。有個合同裏面有兩樣嘢重要嘅，一個就係個標的，一個就係合同嘅名稱。合同名稱叫做收費電視地面服務專營合約。咁第一好強調就係收費嘅。咁佢個收費電視地面服務係乜嘢咧？就係專營人通過收費向繳費嘅用戶傳送地面嘅影音信號。即係話佢傳送嘅影音咧，嗰個節目嘅頻道咧係要收費嘅。咁另外咧就係另外一件事啦，就係話嗰個節目咧係點講咧？係與一般嘅係唔同嘅，同埋通常咧只以一個與它相關嘅標記予以標識，即係話佢個節目裏邊係應該有佢個自己嘅 logo 嘅。咁而喺節目安排上邊咧，係講緊佢播出一系列唔相同及經選定嘅視聽內容組合，咁樣加埋連埋嗰個網等等，先至叫做收費嘅電視嗰個服務。咁仲有啦，喺做呢份合約嗰陣時候，如果對我嘅一個叫做睇法嘅話，點解咁特別要叫做收費電視地面服務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咁我應該有收費嘅自來水供應服務，又或者有收費嘅電力輸送服務等等。因為當時嚟講好清晰，喺定呢份合約嗰陣時候係存在住大家係接收緊呢個免費嘅電視服務嘅。OK， 咁係由公共天線提供一啲室內嘅維護費用等等，去作為一個免費電視嘅一個收看，所以先至會出現呢個收費電視呢樣嘢東西啫嘛。咁所以我係好唔係太理解究竟點解中會咁判，因為長期喺澳門存在嘅都係免費電視，我哋睇緊嘅都係叫做免費電視頻道，我哋係可以話打開個電視，我哋公共天線就收到啦。咁呢個係我哋嘅生活習慣，而且我亦都唔希望咧一啲嘅事情咧令到市民嘅生活習慣，又或者佢哋嘅權益受到損害。咁呢個係我呢個睇法。Okay. 我想問下鄭生啦，同一個問題，對於今次嗰個判決或者話一直以嚟所謂公天同埋專營權嗰個演化有啲咩睇法？即係我睇到一個問題咧，其實啱啱先我哋聽到咧就話收費電視呢個係收費嘅電視嘅地面接收，所以佢要收費用。但係咧佢嗰個中院嗰度有個判決書，當中有一點咧，佢話因為影響咗收費電視同衛星電視嘅競爭能力，因為多咗公天咧，令到佢削減咗亦係侵權。
咁呢度咧就係好清晰一個問題啦，即係衛星電視就冇問題㗎啦。其實我哋要理解一樣嘢，而家係公共天線，係條天線嚟嘅啫。衛星接收亦係接收一個信號嘅啫。其實佢哋當中兩個咧係同嗰個收費電視根本上嘅性質咧係完全唔同嘅。因為收費電視咧，你有價值，你先係俾錢去睇呢個節目。唔係因為你接收地面嗰個信號你要俾錢，所以我哋一定要搞清楚呢樣嘢嚇。所以咧，公共天線同埋衛星接收都係接收一啲免費嘅頻道，呢個係最關鍵嘅觀點問題。至於話中院判決，佢話有啲公共天線嘅公司咧侵權，咁呢個咧可圈可點。可圈可點咧，包括啱啱阿楊生講，其中一間公天不包括喺被告嗰6間公天嗰度有一間，其實佢咧反而會犯咗呢個規嗱，即係我哋睇到即係一啲嘅資料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公天侵害咗即係嗰個收費電視嗰個咧，我哋睇係嗰個理由係非常之薄弱啊，即係個道理好薄弱嘅。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影響到佢嘅收益咧？當然啦，全世界唔收電視俾你，即係淨係收費電視，當然係個商業考慮咧係好，佢哋好想咁樣做。但係呢個正正就係喺專營合約裏邊係咪對我哋市民有利嘅問題啦。所以我哋咧即係公共事務關注協會都喺呢方面咧都話個專營合約係唔係合理呢個問題。好，明白。我哋聽聽嘉陵觀眾嘅電話先，有林生在線。林生你好。係嗱，上個禮拜咧，我已經係因為公天嗰度嗰個唔係有線嘅代表嚟咗啦，咁我已經發表咗意見。咁嗰陣時候咧，佢回應我嘅時候咧，佢用盡晒所有語言嘅藝術，係虛偽個偽啊，去叫做誤導啲公眾嘅，甚至用到點咧？用到恐嚇就話，就算冇咗專利，政府贖買咗專利之後冇用㗎，解決唔到問題啊，因為咧佢哋要投資啊，所以咧成本好高㗎，所以可能咧甚至比我哋而家收嘅錢仲要多。呢個純粹就係一種語言藝術兼及恐嚇，係非常之係唔要得嘅。佢冇講到嗰個根本事實就係話，佢有線對於佢自己服務而家服務，因為我用緊有線嘅，我係真係可以有發言權啦。我用緊有線我就覺得係非常之唔滿意，因為我以前住喺南新嘅時候咧就公天嚟嘅，南新我覺得佢 OK 啦。但係而家換咗嚟呢度咧，冇得選擇，因為呢棟大成棟都係俾港星做嗰個信號，我覺得非常之唔滿意。佢琴日咁樣少少雷，一劈就冇嘢睇，一劈就冇嘢睇。佢啲台一長期跳下跳下，跳到我眼都花埋嘅。但佢播出嚟喎，照收你錢喎，係嘛？咁咧，佢冇去加強自己嘅工作，就偏偏用一種恐嚇、誤導嘅方法，甚至係利用呢個專利權去周圍指人哋天線。咁你唔緊要㗎，你政府贖買，你買翻你個權，你認為啱送賣俾佢咯，賣完之後大家加入競爭啫嘛，有乜問題啊？係咪先？嗱，咁跟住咧，我想丟一個書包，就係話咧，達爾文喺進化裏面講句説話咧，就好有道理。佢話喺自然嘅公平嘅競爭之下，生物咧自己會揾到出路嘅。咁我哋中國偉大嘅翻譯家嚴復先生將翻譯成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呢個千古名句。呢咁簡單，唔係公天，唔係有線嗰啲負責人連啲咁少嘅學識都冇係嘛？係咪先？好啦，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個港星咧，以前係老林先生咧，佢係做呢個公天出身，可能佢係第一代公天添。呢班公天嘅行家應該都知㗎啦。居然佢個接班人居然用呢個方法去摧毀公天，反為咁樣，我覺得係真係好笑咯。我諗起兩句詩就係、胡人學曉看人語，站於城頭罵漢人，就係而家嗰個有線嘅舉動啦。